做乜嘢都要有一股熱誠同埋精神。咁啊，即係如果係做音樂、玩音樂嘅咧，就都唔會例外啦嚇。記得60年代香港咧就請咗一隊日本 band，就喺中環咧皇室行嘅，以前中環皇室行有間夜總會，咁嚟表演啊，即係嚟玩啦咁樣。哇！佢哋上台咧 Big Band 嚟㗎嚇，操兵10幾人啦，咁啊操兵上嚟咁樣，哇 left turn 咁樣齊輯輯咁樣坐低玩，當然玩得好認真啦，唔使講啊。咁跟住玩完之後咧，又起身立正 left turn 咁樣一齊排隊，逐個行翻出去嘅喎。哇！即係好少有咁樣嚇，即係呢啲日本人嘅精神啊！咁同埋有次咧錄音啊，請一個即係音樂人嚟寫 arrangement 啊、編曲啦咁啊，哇！佢喺錄音室認真到不得了，呢度考呢度嗰度好，即係全部精神灌注喺做嘢方面嘅。好啦，到夜晚收工咯，哇！去食嘢去玩。花天酒地，癲到咧飲到揈拎揈啦！哇，真係好緊要啊！即係好投入啊！即係玩又好投入，做嘢又好投入。咁呢份精神咧係值得學習嘅。即係我哋中國人咧有時就比較懶散啲，係咪咁講啊？